嘉沛近日宣布其奇異果產品喺北美市場嘅強勁增長，並榮登全品類水果增長冠軍，預計今年將提前開季。首批陽光金果奇異果喺4月中旬抵達洛杉磯同費城港，而綠奇異果則喺5月初到達。根據預測，2025至26年度嘅收成將超過2億箱，涵蓋各品種並銷往全球市場。隨住新季嘅來臨，奇異果已經成為水果類別中增長最快嘅品種，而嘉沛喺奇異果市場中佔據領導地位，銷量係第2品牌嘅5倍以上。呢股增長勢頭主要得益於嘉沛持續推動嘅零售合作同成功嘅門市陳列活動，仲有品牌形象嘉沛奇異果兄弟嘅推出，使消費者對品牌嘅認知同參與度大幅提升。根據嘉沛北美總經理 Darren Lamothe 嘅說法，過去一季入邊，嘉沛奇異果兄弟嘅首次登場，令品牌活動 Taste the Obsession 達到新高度。無論係付費媒體定係試食活動，均取得咗亮眼嘅成績。呢啲活動唔單止超越咗關鍵指標，更係證明咗角色銷售嘅力量，有效拉近咗品牌與消費者嘅距離。嘉沛奇異果兄弟喺全球19個市場嘅推廣，已經成功提升咗銷售，並將喺美國市場繼續開展。透過趣味十足嘅成為電影明星挑戰，消費者能夠與嘉沛奇異果兄弟一同體驗品牌嘅魅力。嘉沛計劃推出荷里活風格嘅預告片同電影級行銷素材，以吸引更多消費者嘅關注。喺零售方面，嘉沛喺全美出貨超過5萬套陳列單位，重點零售商喺陳列促銷期間平均銷售提升達110%。此外，當陽光金果奇異果與綠奇異果同時陳列時，銷售額比其他綠奇異果品牌高出32%，咁表明嘉沛嘅產品陳列策略對於推動銷售有顯著嘅效果。陽光金果奇異果仍然係嘉沛品牌增長嘅主要動力。過去1年喺美國嘅銷售額成長咗42%，銷售量成長咗36%。為咗延續呢一成功，嘉沛計劃喺美國市場逐步推出全新品種寶石紅奇異果。呢種新品擁有獨特嘅甜美莓果口感，並且富含抗氧化物，包括維生素 C 同花青素，呢啲成分賦予其鮮豔嘅外觀。消費者對新季嘅開始充滿期待，希望品嘗嘉沛嘅陽光金果、綠奇異果以及限時推出嘅寶石紅奇異果。It's a very sweet eating fruit, normally eaten as a dessert, but people eat it anytime for a snack, and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is innovative variety. It's been in a lot of the other Asian markets, and we really feel like it's going to be popular here in our market as well. Yeah. 零售商可以通過聯繫帳戶代表推出量身訂製嘅行銷方案，進一步佔據奇異果品類嘅市場份額。嘉沛致力於推廣其品牌熱愛，並計劃到2025年實現100%可重複使用、可回收或者可堆肥嘅包裝，並喺2035年前達到碳淨目標。嘉沛由現任及前任奇異果種植者全資擁有一支850人嘅全球團隊，總部位於新西蘭嘅 Mount Maunganui， 公司與新西蘭嘅2800名種植者同埋海外嘅1500名種植者合作，致力於提供新鮮、健康、美味嘅奇異果，同時推進可持續發展嘅理念。若了解更多資訊，請訪問嘉沛官網。天下衛視編輯報道。